为着要让新住民的姊妹有创业的机会，妇婴服务协会提供空间，协助着新住民来开店、来卖咖啡、来卖点心，嘛，让社区的长辈甲新住民有机会会当来互动。嘉义县妇婴服务协会长期投入关怀新港乡新住民家庭的服务工作。这间妇婴姊妹的店开幕，负责经营的2位印尼的新住民已经来台湾几10年，希望会当推广家乡的印尼咖啡予台湾的民众。上久27档，因为来这边嘛是加减学一寡咖啡啦。那么今仔这姊妹的店，伫遮会当讲伫遮成立。来遮大家斗鼓励吼，互大家拢有工课，嘛有一个休困的所在。新住民要伫台湾创业真无简单，新港乡长林木生嘛专工来鼓励和祝福。透过这个无共款的咖啡店，嘛促进无共文化融合。对于新住民姐妹，非常的关怀，办理真侪新住民的活动，互咱新住民姐妹有一个做事业的机会，可以感受到咱新港浓浓的人情味。这间咖啡店除了卖咖啡，还有甜点以外，平常时嘛有老师来指导时代做手工艺品。店内嘛提供新住民来假卖产品，欢迎民众拢会当来遮啉咖啡，分享在地文化。